2025年全球最聰明嘅國家同城市排行榜 Top 10。我驚俾人拉中國。人多唔代表聰明㗎。你今次死梗啦！你俾晒 tips 啦，國家同城市喎。國家同城市啊？台灣。台灣有嘅，係啊，台灣第4。北歐嗰啲咧，北歐有一個，唔係瑞典就芬蘭㗎啦。真係冇喎。芬蘭11，好幸福唔使讀書。日本咧？日本第5啫，新加坡。新加坡第2啊。係啊。學你話齋，可能呢個 list 都有啲偏頗。你死梗啊！你個 list。咦唔係喎，你係咪話瑞士啊？我瑞典啊，瑞士啊，我講。瑞士第3啊。等我諗下先。有你個 friend 嘅喎。加拿大。係啊，第10。冇可能。加拿大多移民啊。哦，咁啊係。印度會唔會有？人多唔代表聰明啊。咁啊係。以色列 Top 10冇中東國家咯。最聰明嘅全世界。佢話係咯。澳洲有冇啊？澳洲有第9。佢都好喎，佢哋之前唔使做功課噶嘛。香港有冇份啊？係啊，香港第1贏咗新加坡。呢個 list 係咪香港政府知？但係如果香港政府出，佢就唔夠膽。韓國第6啊。北歐啊，係揸過啦頭先嗰啲。有啲係有丹麥有芬蘭。唔係有丹麥，你有數咩頭先？丹麥啊，丹麥第8。喂點啊？有啊？你有咩？睇翻片先。唔係瑞典就芬蘭㗎啦。我個丹麥加芬蘭就猶如你個非洲同埋呢個剛果一樣，係例牌拍住嘅。最後一個國家，北歐國家喎。冰島咁。冰島第7。就係出 list 最緊要係國家及城市。Good list，thank you。